这就是阮的分级。阮这外销的花，外销的花爱有至少爱有两蕊花，爱有两蕊，啊，两蕊花我们以上哦，两蕊以上。你看，这有的色水小可较无遐水，啊有的安尼软，啊这开了伤。对，这就袂使外销。哎，啊，阮会分级。这我摕起来。哦，你摕起来。哦，这标准的哦。哎，标准的。啊，咱来打顶管这个3粒水的老咧。是。啊，打这个加标，啊就安尼就了。简单，哎，足简单嘞。好，来，你加看卖咧。我加一张，你看卖。好。这无效的爱加条，啊这爱加。加了。对。加哦。哎，对。啊，加咧加，对加加条就会使。对，哦，安尼就完整的。所以这阿姊逐工拢是咧煎这，对，啊，个包装。透早拢先去产呢。印成版，啊，再来收这，最后包装，啊，出货啊。啊，这阿姨差不多平均1点钟会当加偌济啊？你莫讲算济啦。我感觉因为咱两个人骹手足慢的，我想讲咱有一个平均的速度的，免平均。因为我看到这阿姊，我拢感觉我家己敢若是中风你知影？我讲安尼豆豆剪啊。你规气就讲我就好。我毋是咧讲你，我咧讲我家己，我嘛是咧豆豆咧上。安尼哦。系啊。